前輔導嘅目的咧，就要幫助一對準新人喺結婚之前好好嘅準備自己，迎接婚姻生活嘅轉變。因為通常喺熱戀當中嘅情侶咧，往往就係見到大家美好嗰一面，對婚姻嘅期望都好高。但係對於日後共同生活所面對嘅分歧咧，就冇諗過嘅。譬如話價值觀啦，大家嘅家庭背景啦，日後嘅財務安排，甚至乎生兒育女呢啲嘅嘢，可能都未有共識。因為喺拍拖嘅時候，其實都冇空間時間去討論，而婚前輔導正正就可以幫助呢對新人做好足夠嘅準備，打好穩健嘅婚姻基礎，保障大家日後一段幸福美好嘅。呢對戀人梗係好幸福快樂先至會考慮進入婚姻㗎啦。其實婚前輔導係預防性嘅，婚姻係一生一世嘅承諾，講緊係幾十年嘅婚姻路。喺漫長嘅婚姻路裏邊，難免係會有挑戰同埋衝擊。其實婚前輔導就好似我哋為咗預防流感，每年都會打預防流感針一樣。而且喺結婚之前，一對新人係最有動力為咗將來嘅婚姻去作出努力同埋改變自己。研究亦都話俾我哋聽，有接受過婚前輔導嘅夫婦，佢哋嘅婚姻成功率係高達80%㗎。講座始終都係單向形式嘅，我哋1+1家庭顧問嘅婚前輔導員，全部都係接受過碩士或者碩士以上嘅婚姻及家庭治療訓練㗎。我哋提供婚前輔導嘅形式係1對1嘅面談，透過習作更加針對性咁樣去幫助一對新人。新人亦都係選擇唔同嘅評估工具，譬如話係 Prepare 評估問卷，或者係 TJTA 性格分析問卷，更加有效針對性咁樣去幫助一對新人探討大家嘅性格啦、家庭背景同埋相處模式。除咗係教育性質之外，我哋更加注重提高一對新人對婚姻質素嘅洞察力，等佢哋嘅婚姻更加美滿嘅。Prepare Enrich 婚前心理預備評估係美國嘅著名心理學家研發出嚟，專係為咗評估婚姻關係嘅問卷嚟㗎。透過195條嘅問題去檢視情侶關係中10個唔同嘅範圍，全面咁分析兩個人嘅關係。探討嘅題目包括成長背景同埋原生家庭影響啦、夫婦溝通同埋衝突處理，仲有性生活同埋財務分配等等。除咗能夠幫助兩個人實際咁考慮婚後嘅生活安排之外，仲可以探索關係中嘅強項，仲有佢哋待成長嘅領域添。泰式性格分析工具咧，我哋一般稱為 TJTA 嘅性格綜合分析，係由美國嘅著名心理學家咧，經過多年嘅臨床研究得出嚟嘅一套性格分析工具嚟嘅。裏邊係有180條嘅問題，透過180條嘅問題咧，可以準確咁樣去量度到個人嘅性格。情侶唔單止可以知道自己嘅性格之外，仲可以透過一個特別嘅交叉測試功能，去加深個人對自我認識啦，更加了解到對方嘅性格優點同埋缺點，從而有效咁促進溝通，減少衝突㗎。其實呢啲情況咧係極少發生嘅，一年咧可能都有1個個案到啦。而發生呢啲情況嘅原因咧，多數都係因為是但一方面或者係雙方咧係有一啲家庭嘅創傷，或者係性格上嘅缺點，係大家都唔知道嘅，嚟到婚前輔導裏邊先至被揭示出嚟。根據我哋嘅過往經驗，喺咁嘅情況底下，我哋會建議呢對情侶咧係將個婚期延遲嘅，以至到咧係更多嘅時間咧係讓到雙方認識自己，重新嘅去認識對方，改善雙方嘅溝通模式。當將來進入婚姻嘅時候，就更有信心，更有把握有一個幸福嘅婚姻啦。